新竹縣的懷山地區附近呢，傳出有人是佇咧落街的路段咧耍廚房車，而且速度呢是緊到無通去控制，甚至佫衝去到對向，險啊，就甲對向的車來相撞啊！所以這駕駛呢是趕緊來打動。原來這個耍廚房車落尾是衝入去路邊的草埔，看起來實在是有夠危險。民眾賽車佇山區道路洶洶撞出一個烏影，詳細看竟然是一個頭戴安全帽、徛佇廚房車頂懸的查甫人，因為落街的速度實在傷緊，袂赴打動啊！規人甲廚房全攏斜對路邊的草埔啊！定來爬山的民眾講，這條山路平常時車就真多，這款行為實在真危險。差點就被撞死了。嘿嘿嘿。對，很危險啊，很危險。對啊，很危險，真的很危險。因為這邊都彎來彎去，誰會曉得你那個車子什麼時候來？這條路這邊路都很彎啊。這是新竹縣懷山鄉往萬歲森林遊樂園的道路。警方表示，廚房車算無動力運動休閒器材，依法敢若會當佇封閉的場所使用，親像運動公園內底，袂當佇一般道路使用，所以會依道路交通管理條例開罰單。滑板屬無動力之運動休閒器材。若有蛇行、衝入車道、危險滑行等影響交通秩序情形，警方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78條進行舉發。本分局呼籲民眾使用相關休閒器材，應選擇安全合適之場地。警方呼籲民眾山區道路唔那彎彎彎彎，而且閣行，平常時賽車就要真細膩啊，閣較免講佇山路耍廚房，安尼唔那危險，害家己受傷，也有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危險，違反公共安全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